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你帮我刷好不？我放你刷，啊，谁要放我刷？我同情你，思考你，结果换来是啥？是你的戏人，你的花干，一脚赶出去。你安尼做对我敢有公平？我已经甲你回过失礼啊！你到底要安怎做？你才会帮我刷？我阿元想要伫的物件，从来毋捌摕无着。我要爱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为什么要安尼折磨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若要怪，我会怪你家己，是你家己做得来。我相信在你来之前，已经知影我会对你做啥物代志。啊，毋过你嘛是来啊。既然若安尼，你如果何必搁一个吧？我知影你无得到我，你绝对会放我耍。你是要得到我，会当开始啊？头家娘，我足想要摕一物件，互你照看卖，看你即摆模样，敢有像陈家的头家？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我阿元介意的，是较早陈家迄个屈强的头家娘，毋是即摆即个家己烫衫互伊看的查某人。你怎么要安尼侮辱我？你为什么要安尼侮辱我？我即马对你的身躯无兴趣，啊，毋过对喜人你真有兴趣。我想要安怎做，以后你就知影。头家娘，把衫穿起来。母娘，咱等下小休息啊，吼。阿好兄，我袂热啦。哪有迄个袂热的？啊，日头也炎，你看我都规身躯干，哪有迄个袂热的？阿好兄，你排安尼重的物件，搁行遐远的路，你家己小休困一下啦，你莫烦恼我。母娘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水星参彩云哦，财星遐运来，啊，咱总是甲带做伙啊。我相信哦，因伫咧天顶哦，一定真美满、真幸福的。即马上要紧的哦，就是咱毋知要去住咧倒位。我若想到美满这个查囡仔哦，我咧心肝头扎扎。阿好兄，即马未当小气啊，咱兄弟搁无钱，咱以后甲美观是要安怎？
无要紧啦，一走一点路，人讲愿做牛哦，就唔惊无犁通拖啦。啊，我少年的啊，我较骨力较拍拼的，我唔相信哦，3顿顾袂饱。那安尼，咱是要住喺倒啊？啊，咱即摆拢顿半点，啊，咱是要住喺倒。那是要安怎？对啊，米啊，我来找米甲头家啊。母娘，就是这间啦。啊，你赶快小等我这边加餐上。哦。啊好，咱安尼来麻烦人刚好，啊万一伊若无要收留咱是要安怎？袂啦，啊这头家吼，从我四种兼换贴的咧，啊进前咱规暝打的钱嘛是一律万的啊，你就是安尼搞操完啦。唉，啊是讲哦，啊若万不然吼，伊若要收留咱再过来烦恼嘛袂歹，对。你等我下，等我下，吼。头家，阿好啊，阿好啊，阿好啊，你今日有应当来，啊你生意无做啊？啊，就是生意无通做啊，啊谁哪无通做？啊，都叫回小厝烧了了啊。哈，回小厝，无啊，阿好啊，啊你要紧无？不要紧啦，啊我哪要紧哦，我都无通徛在遮。好，阿廖，来，你来，你来，大贤啊，你来啊。无啦，头家，唔通我一个呢，啊，佫2个人啊。哈，2个？啊是多2个啦？啊，就从我咧卖面迄个查某囡仔文英啊。哦，文英啊。哦，啊，佫另外一个，迄个是头家娘叫。无啦，头家娘哦，就叫霍小时啊。哈，叫我小事。哎呀，新查某囝啦，啊，即摆查某囝都无爸无母啊，即摆拢我咧摇啦。阿廖，去，我去叫你来。哦，用你哦。哎，我，去，文英，哎，你当时徛咧遮，来，头家讲叫咱入来啦。好，来。头家你好。文英，你好。啊，歹势，这无嘢人互因坐。免啦，头家，我唔是要来坐的啦。我吼想讲有代志要来甲你参详的啦。是什么代志啊？啊，着你着知影，我的面搭烧到无半熟啦。啊，我即马无地通去，啊，我咧想讲哦，啊，着进前咧困已经总铺，代志嘛都无做啊，啊，着空，敢用你借阮久一站啊？哈，莫讲久一站嘛啦，但你即马长痛苦的，多偌久嘛无要紧啊。何况咱是足好的朋友啊。哦，行，我知影。咩啊？我无甲你讲，你对我老好咧。来，文英，来，好，来，文英，啊，你好，好，啊，恁这个忝吼，先休困一下，我来煮点物件互恁食。唔免啦，头家，唔免再干擾啦。紧啦，头家，走。嘿，文英，你看，房间有咱大，佮煮物件有咱食，这款头家哦，真正点点啊，迄都无得找啦。啊是讲，嘛是佮一间房间，啊一张椅床。阿环到底是要创啥？到底是要安怎？伊无着看，我明明知影，伊是想要得着我，才会叫我去后山。可伊阁无愿意给我。即马我袂囡仔的照顾，伫咧阿元的手中。伊若逐工摕这来威胁我，我是要安怎？我要安怎？头家娘，饭菜已经传好啊。你是去食啦？唔是啦，头家娘，是要摕去病院，互头家饭菜呢。你唔是讲头家住院，叫我甲饭菜传好好，你会后家己要送去啊？即马我已经传好啊。哦，我知影，我较等去摕。哦。
这是我头。建昌，淑婷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是毋是忝啊？无啊，淑婷啊，厝内吼，阁有2个囡仔你要照顾，你阁还要处理遐尼济项目，阁来陪伊照顾啊！我惊吼你身体扛袂起啦。我看咧啦，规气吼，请一个人来甲我照顾，安尼好无？淑婷，淑婷，建昌，你一定伤忝，忝到困去啊啦！连我甲你讲话，你都无听。你甲我讲啥？我是讲吼，你免遐忝啦。我想要吼，请一个人来甲我照顾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好无？哦。母亲啊，你有未款了无？差不多啊。阿虎兄，阿你遐咧？呀，我遐派单旧车吼，都拢藏在仓库啊，拢藏好势啊。哦。阿虎兄，咱住伫遮，唔知伤叫了米甲的头家无？袂啦，米甲的头家从我四中摇下跳的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阿虎兄，我想要甲你参详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想要出去找头路。哈？你要出去食头路？袂用你啦！天脚下哪有人阻人出去咧食头路？安尼我面子要囥喺倒，传出去，要抢我人的嘴讲，袂用你，袂用你。袂啦，袂用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咱虽然毋是翁仔某，也毋过哦，我嘛袂用你。开店哦，唔卖啦。赚钱哦，我来抓出来赚就好啦，唔免你出去食头路啦，免啦免啦。阿虎兄，即马情形哦，甲以前已经无共款啊。咱的生活搁较艰苦啊，而且米管嘛一工一工大。以前伫面搭，我甲蔡文姐啊，嘛算是咧食头路。迄无共款啦，迄是家己的面搭，哪有先出去咧食头路，对毋？敢讲你无希望，家己有一间店？我想，蔡文姐啊，伊嘛一定会安尼希望。好啦好啦，我考虑看卖咧，咱两个再搁讲，好无？先来困啦，吼。了，我无闲几工，上重要代志做袂记你做，煞袂记计经啦，我摕来顶顶。阿虎兄，免啦，免，敢好？我相信你。哦，嘿。嘿，嘿，啊，你管管得中哦，安尼种加减啦。唐金牛，有人送物件要互你。出去。
兄弟，兄弟，你落来做伙？兄弟啊，我问你，这年敢是你亲生的？好啊，你甲头家讲啥？头家娘，你无想要头家知影代志，我拢甲讲了。兄弟啊，你现在要来做？你现在要欺骗我？警长，你别相信伊。你敢欺骗？头家娘，你爱我读客约所头家听有？本人苦相。你别讲了啊！你别讲了啊！你别讲了啊！兄弟啊，为今摆开始，你不是我当开心妇啦！你敢出去？以后我冇看到你。姐姐，你别跟我出去！你敢出去？你莫自己出来！我来做这款梦，我来做这款梦。我讲，你千万唔通甲警长讲，你千万唔通甲警长讲，你千万唔通。这是我头一遍。头家，牛仔，哎，问你，牛仔，头家，啊，你敢有看到阿福兄？好，你讲阿福啊，吼，伊也有够调直，伊现在住伫我遮吼，就感觉足歹势，安尼七早八早就甲斗搬回去我人，伊心肝真正有够好。对啊，阿福兄哦，伊就是这款人啊。头家。哈？头家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麻烦你。无要紧，有什么代志你找你讲。你嘛知影，我甲福兄即马拢无收入，我嘛无希望看到福兄一个人辛苦咧趁钱，所以我想。你也想讲要找条头路斗趁钱是无？是啊，也毋过伫这个所在，我也无熟悉本的人啊，所以想要麻烦头家替我问看卖啊，是毋是有啥物所在需要请人？毋管啥物款的工课，我拢愿意做。啊，有啦，我有一个朋友伫咧病院做主任，我来去问看卖啊。文玲啊，主任就是伫遮上班，伊就是我上好的朋友，你等下等我入来甲讲一下，吼。好，麻烦你啊。唔免，莫你讲。头家，你小休困一下吼，我将我弟摕去洗洗啊吼。